去嘅時候，咁咯。嗰啲神經啊，抄係咁，有時正，有時唔正嘅。唔講佢哋唔知道，就唔喐嘅。冇所謂，你慢慢得，唔使急，唔使急。全龍咯，都係全龍度高，全龍度。需要一段時間，至少你一直都一定瘦到有1個月以上，因為係嘛更不過好多人喺度爭，睇好多病例嗰啲人頭震啊乜嗰啲啊，2個月基本食嘢冇問題，攞匙羹基本幾時一餐飯。唔夠3分鐘，唔夠3分鐘停落嚟啦嚇，所以最起碼佢半年以後，全部完全就可以搞掂晒。佢好嚴重啊！安靜嚇，佢安靜落嚟啦。好爭啦，唔好喐噶。睇佢呢次堅持幾耐唔喐。3分鐘啊嘛。即係。